先来做客慢热来了，今日来除了也后上嘅呢，俺们系去寿司去叫嘅，不过第一百分满意，一路系过当年也过寿司嘅主持人涂师总和杨师总。你用这吼，爱同事做，我样大家爱边做先。咁反而来到呢种节目。俺们个欢喜，因为最近啊，路系主持人，好多师总路有问讲，今日底下爱屯姜头大招呼嘛，亦个路系过主多嘅嘢，韩国做主持人嘅嘢，路会注意到嘅。我都嘛个正一片。啊，嘿，就会感觉爱顾到姜头，因为姜头路代表观众朋友嘛，吼。有啊，其实我大部分看到阿中古。没去透过天师，嘿，没去透过天师，哈巴以为从哈会读到，不过其实也无嘛机会好大做久，真嘅，因为时间就短短啦。嘿，真嘅，因为俺啲客家天师嘅哈，呢种这咩系做主播嘅哈，就真嘅无买时间做得好上家门。嘿，家行韩国死哦，太好食吼！哇，今家已经係獨當一面，還可以個幾多強頭嘅主持人咧。今日利用按難得嘅機會吼，如愛來用四種嘅一道小物吼來認識，人哋路唱處理本下難題吼，對於四種來講，佢重要嘅物品係乜嘅？哦，啊，一個主持人一看都啲手卡，冇錯。唔咩手寫派嘅哦？我要看情況。係講有限，我是真嘅會自己用書來寫，寫充電天天。我的字很漂亮，大家可以。對，充電還有本來甲看雅思啦。一獎。這給一獎呢。自己講，真的很漂亮啊！我就會過風呢，來。能不寫字就不寫字嘅，係，我手卡我會做，唔總可以係天諾大師嘅。我有嘗試冇天諾大師，係講正經來唔切嘅嚇，就說算了，用大師客夾。我有限嘅。大師口音都會用寫嘅。我唔知。因為寫寫吼，佢試過講嘅嘢咯，他會寫寫，會傳送一下，哎呦，愛死我愛講哦。寫解下，你只會記得講差唔多都嘅順序很有滿意。係啦，安尼都夠有印象。我唔知。你自己寫夠有擺嘅。然後會做自己做過講嘅封面啊。我啲聽說會留嘅常常透過根本嘅主視覺係嘛嘅，嘅海報嘅用滿意。真嘅後生很認真，我都是書面的，我都很能學習。除了一個手卡主持人必備以外，一個係藍音嘅算方巾吧。咩係主持？冇錯，我就係講。雖然講好像有一點點那種刻板印象，就是講係講主持客家嘅法通，其實唔單止客家法通，一開始確實就讓係為到客家法通去。這邊係啲嘅關係路嘅買，而且有一擺老牙媽媽講下去關係路嘅，因為關係係牙婆嘅唔可以假，所以就轉關係嘅下就講順上去老嘅路嘅，老看到就見到買藍音嘅，佢就落去買兩條，講哎呀看到兩條我就俾佢嚇到，你知道？我就講哇兩條聽說漢白嘅我就結果我。多了下啲紀念咧，不管係做口譯，又係講以主持法通，尤其係老客家有關嘅法通，我盡量都會帶得嚟介紹。也係1多年前買嘅。19年差唔多最少清末沒有6年。咁部很有紀念意義咧。係，就係我第一擺上海真正去買一隻藍染嘅房子。所以講藍染老客家冇聽錯有關係啦。不過就一種刻板印象國家上，因為嗰邊係關係，所以牙婆唔可以加。所以講哇，即係牙婆唔可以加買嘅東西，有一種紀念嘅加車。係，唔家下以前做主持人，係已經做主持人咧。開始咧，張開始。侬會接觸到主持一件事情，也係唔睇嘅投入嚇。唔係呢？你以前做過乜嘅投入？其實我真經有人講冇做過真經的專職的工作，真的專職工作就近年人聽就啲客家通訊傳播機，所以這種是做專職的正職，其他的時間後來做線上的研究處理，還有佢嘅就是老去上研究啊，老去向下出國去做研究，都係呢啲做研究所計下。
吼，啊，侬会接触到主持的？我应该讲，我从小就同校讲话，都夹夹骨。阿婆就从小讲，你吵唔停的，唔可以停，无时点。要上一无时点，你想讲，偏偏我常常就係是了我煩嘅，唔知啦。就講都太好嘅計下，我太好都主人咧，嗰時白行內行，因為嘅發通很多10年嚟，就講攀本了條過20歲嘅後生嘅，我嗰時就做嘅10年啊，喺10年裡面，就對嗰時開始就想講，哇！一槍做得 handle 一個場合嘅時間，一槍有仲有一種。这个场合是我 hold 住，太搞就躺来发一角角。哦，刚才就看天一方，对四种来讲，重要的不变，可能还嘛嘅，也是纸张类耶哦，还有哦，哦，好，谢谢。哦，采访证，也嘅看到南广场路底迄个过去那时间，冇唔錯。會有嘅，哦，也係。有4種呢，假如係新年咯。新年，參加新年。啊，咁唔去採訪？其實算係因為客船會係用採訪證，不過嗰樣是係做口譯。哦。這裡面只剩下今年的啦，因為我當年下載有可能就留一條的。那個像係咧係去年呢，國慶台電之前我就會先想講，可能賴總統老嘅韓國語演講，佢可能會講那一條話。哦，古時也嘅係自家先做功課，先做功課，可能我講到嘛嘅。好，因為我反賴總統嘅下，我係講開粵腔；我反嘅韓國語演講嘅下，我係講泰語腔，所以我就係先留頭腦先切好。哦，你係安尼哦，安尼本哦。唔係，因為我想講，因為我以前我反兩三嘅時間，係講談中朋友談嘅下冇談真來。結果講你下可能係口上嘅啲嘅講法，嗰種我自家會按嚟去本講，我要冇漂亮嘅強調去本講，你係冇漂亮嘅啲嘅講法。哦，安尼哦。我自家係按嚟做啦。咁唔自家本單係唔係中立？我係細漢嘅下係龍潭出世，到我國中高中，我都中立開始讀書。一路到呢下都還帶對中啦。我龍潭係唔會再去啦。啊，龍潭中啦，佢當然講四海橋。四海橋，我哋下講嘅係四海橋，你阿萬講嘅四海橋。啊，唔要去學嘅海料。海料。韓國太埔。還有美麗嘅實驗。沒有去學。你看因為佢是主持誒，韓國有接觸到口譯誒。咱上個我愛英學印度哈。沒按你講，我從細嘅下其實都有一種客家因子嘛，我咩唔啲，我其實從細就懂認同我自己嘅客家身份。我從細就知道講，哦，我係客人，我要曉講客話。不過從細阿婆雖然講佢帶關係認同係講海陸橋，不過佢到阿婆家就講四海橋係。哦。所以我有上海談到嘅舅婆啊，嘅姨婆啊。佢就來到雅木卡嘅下，講開了咁解下，一前一排就講，呀，佢都講買東西嘅談先咧，前一排頭一排談到嘅時節，我想哇，我天在撈啲學嘅啦，我啲阿婆又講，我談先嚟來，我一定要聽得懂他們的秘密。哦，古時細時間有談到，有談到，談唔成，談唔成，第一排加下談唔成，頭一排加下，韓國原本雅婆就一年就賺200每家，所以我就談200，那有可能一下就。曉得，不過我知道這係一個人的一種吃飯的天分。我就談表演過後，我是唔到底啊，我是曉講開了，我還去嗆我爸說，你談嘅邊個哈拿豆年用唔曉講開了，我爸完全唔曉講開了，我愛曉講。哦，太埔呢？怎麼會？太埔係我祖先嘅話，所以講亞太含曉在講太埔橋，我不靠喺太埔帶講太埔嘅鳳順橋。其實係鳳順橋啦，不過我就要擺發現講，我反到出埔嘅下主埔嘅時間，然後發現講，哦，我副靠嘢落喺講太埔帶，所以我牙公也係講自家見前自己都講，係啊，我副靠喺講太埔橋，不過到牙太計下就冇乜嘅曉講，係喺曉講一術嘅聽聽，就副卡都就存到一術嘅詞類啊，喺講太埔用太埔嚟講，阿公阿爸阿媽安尼。
还有个土粮、土工、低价位、低价片的意思，就存到一系列去讲太平洋，还有就说在那种就讲太平洋的讲法。其他人就想讲哇，既然聊下无人讲太平洋，那系唔系好下太平洋？不过好嘅係教育部啦，下部府嘅版本，確實老用福卡嘅可能條白阿太啲條講嘅，確實會有份漲差。哦，我係喺個群嚟啦。係啊，個群啊，因為外面唔啲姜是阿太啲條講嘅，因為外面冇談。係啊，外出世界下阿太就過時。係啊。哇，一個可能睇唔能嫁出，原來伊唔驚係個強頭，日本人進來咧。冇錯。俺不卡可能聊下去，俺會教講太平洋。你扛起你們家族的客語傳承大任呢？好過厲害，因為俺的陸地，可以啲語言唔簡單，就係花時間，ไม่簡單，就係花時間。時間係花係都好嘅多，唔過千難都係要花時間。真嘅，你說有硬講。因為俺不卡冇嘅環境，身邊咩冇人講太平洋，俺就真經看待客家天師，嗰樣是會月節，嗰樣還有啲節目會有幾愛神樣，俺就談佢講法就來學。哦，真係嗰有心呢！啊，個似咩位人啊？原來第四下茶底下個繼續來打這個。因為佢轉來嘅時間，俺開始上課咧，俺下課轉來佢啲嘅衰幕，我生日嘅時間佢就走去香草。生日準備記得上班以前的聽日傳嘛，然後就從細個他老爸爸媽媽沒愛情，就提供哦他們是爸爸媽媽，沒有了。現在做客嘛，原來了，今日來炒了嘅係主持人，吼，伊咩係主持人，啊，中古吳思忠，啊，好多思忠分享到。我講過度強調，啊，從細就過有客家婦，吼。唔過也幾多人嚟講嘅故事就非常無共樣嘅，因為人哋看到嗰部片，先來看下嘅嗰段子呢，裡邊有番茄、茶菇，吼，還有左手香膏，哦，這也是嗎？你啊係，就是以前嗰種是疫情嘅下，不是很多人帶嘅。所以沒帶到義工會圖，這種阿妹就點了兩個就是這邊是帶那個繩子，就這種就帶到香過岸呢，就唔是太多人義工當，就唔會減緩壓力，減緩壓力。我說壓力係媽媽做嘅，全部周親，種下黑地，這是一部分而已，我們家應該要堆積如山。係哦，咁以前嘛嘅時節佢是好要種手做嘅東西。該不會這個也是吧？冇誒，沒黑幾隻啊！哦，也係冇誒哦。也係冇誒，你用當都係冇誒。哦，用當冇誒。哦，按凳子呢，好可愛哦。可愛，這個懂得一下。也係幾這個啊？這個材質是給也係剃着當，他以前做過很多毛紅線做誒。也係剃一種用兩種材質，兩種線做誒。嗰個呢？嗰個做呢？吼。係。我們知道佢樹洞剪呢。萬歲就有安尼嘅感覺。係佢，我喺後來因為我媽媽哋係木材，我喺後來談夾嘅同學，然後我分享嘅行就講，我媽媽頭擺嘅家政課啊，佢都係擺放前幾秒嘅種嘢，就當樹洞袋。係講你喺地做嘛開始做了嘅樹作品，其實佢頭擺咩係職業婦，就講我去上班嗰種，嗰種我細漢嘅佢老爸爸媽媽都唔熟悉。非常不熟，就是講提到不可能有2-3年，就10太年。真嘅，因為我細漢喺阿公阿婆土太嘅，因為我爸爸媽媽2-3年都要去上班，係講上加班，唔係上夜班。我佢我不幾年就2點鐘食飯嘅下，食飯嘅下才看到我爸爸媽媽嘅。因為佢轉來嘅時間，我要去上課咧，我下課轉來佢自己睡夢，我食飯嘅時間佢就走去香草。生日準備記得上班以前的聽日傳嘛，然後就從細個他老爸爸媽媽沒愛情，就提供哦他們是爸爸媽媽，沒有了。咁有人國泰也就離開咗卡，係啊，去讀書。喺我差唔多國中嘅下，因為阿婆走退咧，不過就係到這個愛不卡就搬出來帶，嗰樣是真正嘅有老爸爸媽媽強下帶嘅感覺。哦，媽媽喺我國中嘅下出到癌症。這樣子就
因为我家长贵重，甲高重天天，嗰個地主冇帶到不卡轉每家，轉家每家，然後牙太熱，帶到牙太熱不卡，牙太熱啲嘅照顧佢。哦，後來咁轉到牙六探入片，要後一餐嘅嘅下，咁轉來就講，這幾多不卡咩冇食冇上車好做，就開始研究了條嘅用把你手做的東西，比方講那摸的用把片。那手工上用来做，你看大家都全黑的，像是这个泰港海工有做手做，会偏东西，你就提供这些都是针法，因为用钩针用把你偏那东西。我们外面唔像，我外看到的时间，那这个一枪，一方呢，然后你还做茶壶的配方，基本这个研究，这个调整工，那不可能给皮肤很用把你的皮肤。喺較早啊，也係講較10年，佢我用買用版件嘅茶壺來寫成。如果到了下中了掉，因為我媽媽過世了下，差唔多6年了，嗰度了掉茶壺就用唔得了，不能再用。哦，已過期嘅。過期嘅，它氧化太久了，所以嗰度來了下就留一下紀念，不用得。咁媽媽出到片過後，其實冇一條路邊啊，無限嘅好生嘅啊。係啊，但係咪相處嘅時間其實也東南東闖哎，其實有蠻長的相處。我讀太好嘅他從在讓我媽媽演的啊，因為我那時候我覺得我是喜歡的跟他完全沒有在叛逆的小朋友，延遲了叛逆。對，我國中高中跟他非常的，因為講乖，以前沒懂乖，因為我就認真讀書，認真去考試，認真做事。然後太好跟他以前好像是突然得到解放地嘛。就寵在老買媽媽就大娘面的，真嘅有一種，然後出社會剛開始慢慢的，然後不可以有他密切的接觸。我覺得我跟家裡人是一種保持在一種微妙的關係。如果講同情，其實冇同情，愛為情呢就係愛媽媽。因為老牙自家用體姊妹，牙喺3姊妹，牙不卡3姊妹啦，就牙哥牙喺度牙老妹，就不卡3姊妹，老哥哥老牙老妹，平常是唔會講法，唔會打招呼，會上家門講誒小妹下誒李貴人，係啊，誒最近用白嘢，啲阿婆話用白，就按你天天，唔過老阿媽係會有閒無閒就會打電話俾佢。我感覺咩係因為唔能有寄團。潮濕的時期，就我愛自家帶講我不會時間，愛就會，我覺得距離是一種美感。因為愛有一趟嘅畢業過後，轉部卡帶一年，啲嘢咩係規日嘅上草，因為佢唔係那種自由工作者嘅形態嚟嘛，嗰陣時愛只開始略開始接案嚟做，佢唔係講，做乜人搬家唔衰嘛？做乜間人就是唔好爽。做很多人都會搬家做，所以講你時條眼用搬做先咯。你都都係做人為啥就我看唔慣啲新人嘅作息啦？搬家唔衰冇，就是唔好做。該做乜嘅東西咯？咩乜嘅東西，佢都揾唔慣。所以講真嘅就會吵。佢即家講，既然我搬出去大夢，出去漂泊嘅夢，就自己去總立漂泊嘅。佢咩動法去？嗰種語團嘅距離可能2-3年嘅之間嘅關係，唔係按當面面，再按當面面。還有係咪除了講媽媽會做手作，你比較不能參與？你係咪媽媽規劃叫做手工有關啊？還有料理咩？激動會做料理，我吃到激動強啦，因為這邊食譜只是一小部分，都係種料類嘅。佢咩當泡做醬料，比如講 XO 醬啊、辣椒醬啊、什麼麻辣醬啊，佢都當會做。還有咩做了要送俾親戚啊、送俾零沙。買得的哦，買得的零沙就我媽媽做的辣椒醬，好深哦。一個人之內，如果下，像我媽媽買過我煮食，我冇看過伊下過音譜嘅，她都是在睇諾斯度嘛，伊都用這個，我講我介意到，伊都講唔出嘛，佢用這個，一個人之內。我覺得我愛料片係傳到我媽媽，就是一種 J 人，你知道？一聽會安排後勢。就就會重點細節控，係細節控，但是實際上做的時當然會調整啊，就講你會先講，我這個範圍拿出來多那一片，
就当然，嗰個嗌量啥重菜減加晒呢，因為嗌都有自己嘅堅持，所以煮飯嘅它甚至就會潮濕。你自己沒幾好煮？迄整件事都嗌媽媽讓向，嗌頭擺冇按好做，後來迄老佢強下嚟煮菜，後來佢下唔法度煮菜嘅下就替替屋下做下就嗌幹事啊，嗌負責掌廚。我感覺來同媽媽強下煮菜，這個畫面很棒哎。係啊，畫面很美，就種嗌就唔好煮食。嗰時候嗌媽媽當年過年要煮兩三桌嘅菜嘛。嗌當年做嘅事情就全用切乾葱，韓國牛肚，我沒有做別的了，因為嗌其他都唔會啊。你睇嘅如果啱冇睇下錄啦，如意順風安尼。不過有當到係喺模糊到媽媽嘅事業，因為有的機會先做片來。有上海，所以兩下就想講哇，這樣子有模糊到兩出菜，就有的口舌，有的大嫂。不過就是人生上海做安尼。沒冇法度，我你就自己想辦法去研究做自己，算係自己嘅料理。我知道做一隻料理就想做一個研究，所以做一陣就算係你自己有反應嘅，可能老年係媽媽、老年係爸爸冇朋友，唔過就係算係你自己嘅副業。你還記得你第一擺煮菜嘛個時間？國中就開始哦。冇嘅，我開始就想講，哇，媽媽當年啲嘅做下，都係咩乜嘅東西，咁啊按後面就係就凊彩煮哦。一路半煮哦。聽下佢都話，既然呢啲啊，既然呢教啊，唔教慣啊，啲順風撞定啊，可能唔好留嘅做下幫嘅就凊彩就可能我嘅人咪自己醃幾多啊，自己買幾多啊，加埋調味啊，就自己想辦法，叫煮出來。第一擺記得係煮人炒，我記得叫人從煮出來甜都唔會死咁啲。我爸爸就煮咧就講，當好食，行業辦不過煮。當然已經講很懂事。媽媽會係啊嘞，我覺得很不錯哎。媽媽係這種超人太假嗰種。今天是阿中姑煮的哦，煮幾桌哦，亞風哦。就進來做兩次菜。今天是阿中姑煮的哦，太假食看啊，不好吃不能吃。希望呢，也變咗唔幾好嘅回憶哦。還是一種。就一種鼓勵，佢前面冇動得嗌。係啊，嗰種哇，嘅嗌媽媽有冇答安排呢？係哦，反正要種的嘛，無路太甜，無路太鹹，無配啲嘢啦，路安尼啦，吼。冇用白去。家底下呢，阿中姑帶大家去到，對於來講有特別的意義嘅素材，個特別嘅素材吼，等下錄啲嘢嚟嘅，吼，等下個多陣啦。客人嘅生意嚟啦，你全唔可以講好老話啦。我講嘛，跟你都湯唔食。他用一句很激烈的話對我媽說：你嫁予客人都閉嘴客人嘅囝啊！我說，嫁婆安尼講法，我係咪老姨講嫁給母語？這片係桃園的中壢憑證，這個我大學嘅下19歲到我29歲，我同親都啲嘅中央大學讀書，讀到一間，就我從細開始就拜三界拉麵，是一間很多鳳鳴橋。讀到一間嘅時間，我非常歡喜，因為我從細聽嘅阿婆吼，就來拜三界拉。三界拉係你桃園嘅客家人吼，當特別的一種嘅信仰。其實我老嘅三界拉嘅緣分是太多次，因為我媽媽6年前就會喺破片破嘅19年，走開，嗰陣時就喺過年之前，嗰個我就印象講，我媽媽都冇到我嘅夢度。冇夢到佢，情感度哦，應用小幼知道都唔敢㗎。過後我咪冇去講，對年之前都唔定落沒有空去拜啦。我想講我拄好轉來呢一片，做些我就落來三界拉呢一片，去拜拜啊。結果轉去過嘅幾日，啱唔啱睡夢，就
就观蒙就蒙到南美，那就知道讲，我哋客讲起来真几马屁碰碰皮。那之后就是讲，迄种从这有输到三个啦，输到8公的报酬啦。然后他讲吼，总那了尾行业吼，清红年，吼，伊开专业就伫佢行业唔系，就算佢讲嘅行业，吼，那伊看面就伫佢嘅行业冇，唔是冇，冇先係冇，肯定危險。孩子啊，嗨，阿妹做，我走，阿無閒啊，我啦，拜拜。我係福住街下啲拜出過，啊，有嘢下冇關嘅。希望看，你看啲地睇自己行業。咩行業啊？咩行業？係無啦啦講下。你冇拉講下，冇拉講。你家行嘅你都講，樓梯自己都講下。你做乜講係？你睇唔算係都係搞。搞真難搞啊！我係冇。搞到真難。要動咗。OK。好啦。唔係。嗱，去到一隻會所最好看嘅就係佢嘅信用嘅重視，不管係啲台灣，又係日本，又係韓國，又係甚至其他嘅素材。嗱，知道動槍出家，呢種嘅後生嘅一種東西，不過呢，正經嘅感謝三姐啊、北宮啊，本來做得呢下很平平穩穩、空空天天去到呢位，嗱，知道就係一種懂感恩、懂神嘅天公發本來呢個智慧，然後大家分享我嘅故事，我咪希望大家。都在尋到這個新關注同天貼嘅素材，過後這個選來係唔到這個嘅顏色。頭到阿中古單眼嚟去到沒有紅嚟紅，佢按後生啊，過加批創業，蠻特別的。我喺睇日啥，睇日啥，帶點大家去從擺廿嘅係冇？嗰種唔咩？哦，係嗰種之前有單眼嚟去北古廟，係啊，對唔來講咩係？頭多影片裡邊有講嘛，嘅三姐公對唔來講係貼拍的。三姐廿樓北宮係愛從細擺到台時，因為愛知道喺講帶到頭人嘅行業，其實冇大家行業，就頭人會貼片擺三姐，係因為兩片水準當中。難怪，因為我以前報新聞有問我爸爸，因為有看到下三個開批吼，無論三姐呀，我爸爸都講。應該係南浦公墓，因為係冇乜印象，難怪就係同水準有關。係，因為其中一個係水管嘛，水管就灌水準，還有灌筆筒，因為頭人入邊筆筒然後水準貼片到，直接灌快，所以我知道頭人嘅行業貼片好擺實嘅人，祈求豐收，喺講屋卡衝牙屋卡，還有菜園啊，還有田，唔係種禾呀，就講禾筍田啊，還有其他嘅作物，看田是落實嘅農家，農家嘅所以我就會講中年嘅字體，就講天初會擺實嘅，尤其係行業者，Q 啦10年15屆下，就天初會擺。都係人哋好重要嘅信用啊。對啊，要回憶。不過擺北宮，我知道北宮應該喺全台擺嘅磨粉。係啊，就非常重要嘅，就人哋咧李宗北。真嘅，我去到我輩見看到北宮廟，我就見落去，天初愛落去拜北宮，祈求北宮來保庇。啲人咧習慣嚟啊你。喺講有上他嘅，係咪其他去看啊？那邊有北宮嘅，有上個天條北宮啊，天會北宮嘛，萬那就北宮就講哇，就落去上家妹嚇，唱叫嚟保佑呀。因為呢種習慣嘅。唔同研究所會上海同行業有關咧。這個也是要感謝我中文系的教授，因為這樣是漢地愛太學畢業的時候嘛嘅，然後他呢嘅下有一擺係行業認證啲中央太學嘅期盼，中央太學負責嘅期盼行業認證，這樣子就是碩士嘅愛研究所嘅志頭欣賞，比如來講。阿祖姑啊，你漢拜好，愛考研究所嘅，他就考安尼行業所、課餘所。還是講，我講是出別回嘅，我使個考慮看啊，新光上哪有考呢？我完全冇嘛個興趣，雖然講我啲我行業，但我沒有去過客家天師實過嘅，就後上天神計劃嘅。不過這樣是完全冇想講我會去讀客家學業。一開始冇。完全冇，但是完全排除在我的那個
志愿之外，大概100名吧。没有。冇，他欧吧，不过真的冇想到。嘿，我太好这样是，我提中文系，大家都有一个那个学科叫声韵学，嗓韵哈。我提那些大家那个中文系的大刀，就是会不会懂才懂到。我这样是中文系大3就读声韵学，我的学习成绩是96分，然后。泰达的功能就是50分，甚至60分，然后就我真的是，真的，懂汉的有90分的时候，男生想讲哇，我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，奇葩呢，学语言的奇才啊，懂怪音言吼，有时我就每孙山本来给教上军学嘅教书讲，跟人汉拜而读中文所也系汉语所，因为我就老是讲嘅汉语所嘅教书，老来讲下地方说，你就讲你地方讲。然后唔讲吼，就算你汉拜读嘅中文所冇兼后上面完全唔会兼，嗰个你身面上只面嗰个行咩要當到後上面，就算比啲下行啊識，唔過從來唔識兼嗰年來讀，唔過客家係時嘅後上面來調整，而係講你下後上面冇啲客家去做研究，客家會傳到你兩開書學，我說你講啱樣錯，他說我因為我跟時常沒行語。虽然我不是客家人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好好保守自己的母语。然后就躺在那地方，有那种一穷没黑呢。安尼屯公路友好。对啊，我是种很会被情勒的人呢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样子还很会被情勒。别他唔会，别他我爱情勒俾你。可是我刚刚真嘅就感覺安尼有理哦，如去讀嘅，讀嘅喜歡哈。唔係講喜歡唔喜歡，我是知道懂神奇，因為我知道不管喺我今日做乜嘅語言，不管喺河洛話、客話，甚至喺其他語言嘛，我知道，語言就是這樣，一上講出來嘅話，喺喺乜嘅情況之下，會顯出兩個詞類嘅時間，佢講出來兩條話，做乜嘅南腔北調查都按到，我知道，而且係對我嚟講係動態吸引力，我說哇，我都不會想到。可能咩喺面安尼吼，都唔後來都會去了咩學，睇譜咩學，河洛話咩學。有，其實河洛話係因為係我其中一隻母語呢，係我家婆嘅母語，我家婆係河洛語，佢講河洛話，佢完全唔可以講華語，咩學。你都卡用客嗰度，人哋呢冇佢用母語咧吼。真嘅。而係河洛話哦。係河洛大嘅。洛大就講河洛話，我還記得有一擺當前期就講我家婆老外就講，佢用河洛話講，唔到了漢語嘅聲音嚟啊！你全唔可以講河洛話啦，我講乜嘅唔到都聽唔識，唔過我叫他聽會識。我就提供家婆講了話。也就心理不平衡啦。还是心理不平衡，就他用一句很那个，这种很激烈的话对我妈说：“你给好客人都闭嘴，客人啊惊。”就干你讲啊，说，家婆安尼讲法，你还没老是讲家嘅母語，就開始這樣是看鄉土劇聽聽，就開始來講一條嘅河洛話。你又娘轉了，你都把大家沒有要講的咯，就是關於娘轉了。我知道我心體咩一怪氣，因為我學河洛話，其實咩唔係學我家婆嘅母語嘅這種強調，因為暫時就請唔到老師講強加強調嘅。所以我只能一開始我是學高雄腔、優勢腔，後來我發現我都沒有學請到一三年，然後嚟台灣語言，佢係講台北腔嘅河洛話。我就知道哇，那我就要學這種唔係太多書人講嘅吧。然後我就講啲幾句咩學開了橋，幾句咩冇從來學試驗橋，然後我講他冇按到人講嘅話真神奇。所以我就開始來學河洛話，開始老外教你講開了橋。嗰次呢，你喺成塊當中。很多元的語言呢，吼，不奇妙，我剛剛行錯路的呢，吼，真是走對路了。我不曉得算不算走對，就是講慢慢的就啲嘅兩條路方面，唔啲愛發現那一項嘅，就下崗前就走。係啊，因為都講過，你做嘅係你真正擅長嘅事情，你就講過過企業事情啊。係啊，就是親某知道講做兩件事情，唔會本來知道講，當有壓力嚟講，
唔知勇敢晒，因为无干无晒安尼。都好。咁等下都最面嘅團，要講下就是好食的。等下你啲失蹤帶輪嘛，佢對有貼合意義嘅料理，好，先生下茶。即間吼，你擺吃到文化衝擊，迄硬硬我杯是四神湯，呢個嘅頭家掉落係鹹嘅，說四神湯用咩係鹹嘅？哦，睇幾百以前唔知有鹹嘅。我不卡，因為一路以來都係食甜嘅四神湯，你不然就不用排骨，也係講煮炒。現在做客歡迎來了，今日來炒料嘅係主持人土司族阿忠姑，也個集團要叫下來是好食的吼。像處理本案呢，對阿忠姑來講有貼合意義嘅料理。哦，鹹鴨飯，紅白湯圓，這種咩？不是南部版本，北部版本。細粒嘅紅白湯圓，韓國咧係賣韭菜嘅。哦。雅布卡。上西吼就有兩種版本，一種就係賣韭菜，一種就係代替東人食過嘅野菜。就是野菜合發音的嘛，茼蒿係冇？係。野菜。不過雅布卡係食慣啲韭菜嘅。哦，南都卡都係用韭菜開菜嘅。以前係乜人煮？鴨婆。後來哦，係老鴨媽媽過世以前嘅當年。差唔多會凍結嘅下鴨爸鴨妹就會去市場買料，嘅暗部老鴨妹就會來做鹹拌嘢。唔過媽媽後來就係也蠻係買片咧，估也料嘅也就都吃㗎炒。係貼片，一拌嘢嘅好食哦。聽說有意思啊，嗌人講皮糖啊，聽說可以買皮糖，因為雅布卡上時係有血雞鴨。呢個嘅血雞，然後係濕嘅，跟住雞肉就做皮糖。下後嗌到呢個拌水去帶，那有可能有皮糖，就係去市場行樓攤咧買雞肉嘅，然後伊講嗌一盤雞肉，嗰半嗌一包皮糖。哦，聽說人哋攞去糖，佢冇單買哦，冇單買皮糖嘅。聽說係我買一盤雞肉，買篤盤，篤一盤。雞排，購買日包嘅皮糖。你點解就可以自己重現阿婆嘅秘辛嘛？所以係個冬天咧，捱係油啦，捱油。我中意冬天，捱到了下吼，係咪做本捱室友係朋友嘅，就係甜嘅西神湯，到了下還沒有自己重現。甜嘅西神湯。係啊。可能有嘅上次家私同嗌佢用南鋪嘅。這也是一個毀三觀的客家菜。咁樣講，我兩隻室友都係行業，佢哋一隻係苗栗，一隻係董事業，佢哋完全冇食過甜嘅西神湯。連苗栗都冇食過誒？應該係新竹活動，韓國南投人，然後把嘅龍潭啊、榕梅葉搭配，上會食甜嘅西神湯。你喺乜嘅時間食甜嘅西神？拜神嘅嚇。哦。拜神上會食甜嘅。古早嘅甜主要係會拜神用嘅。係，平常喺公司咩會煮甜嘅，咩唔會煮鹹嘅。我覺得啦，我人生當中冇煮過鹹嘅西神。嚇，都係唔食，就將我哋南部人紅白湯圓煮係食甜嘅，冇食鹹嘅。對你嚟講是西神湯，煮係食甜嘅，冇食鹹嘅。我哋嘅班人聽說是鹹嘅，喺講出現甜嘅時節，佢聽說喺屋卡都要拜神。哦，就是做生意嘅嚇，比如擺埋嘅神生意，而家講嘅七神廟生嘅時節，聽說拜千萬嘅甜嘅班人。哇，西神同人哋冇食過甜嘅呢，會敬毀三觀。阿妹講佢加來雅布卡按叫，佢行係冇食慣甜嘅西神湯，佢就講，跟阿兄我本來是哈，我自己三觀敬毀，不是三觀敬毀，我這個哈就擺吃到文化衝擊，係阿兄我本是西神湯，呢個嘅頭家掉落係鹹嘅，說西神湯用咩係鹹嘅？哦，睇幾百以前唔知有鹹嘅。雅布卡因為一路以來都係食甜嘅西神湯，你不然就不用排骨，也係講煮炒。那西神湯還係有排骨啊？有啊，不會甜嘅，甜嘅有排骨，也係煮炒。哎呦，應該要點這一道了，好想吃看看哦。哦，貴好奇呢。但是它不是真的像甜湯那麼甜，是料嘅甜甜。還係不用講，唔講甜嘅，好迷哦。哦。
刚中快重现，刚考癌哦，我大本癌，吼，我做本是有这个哇，几好奇嘅咪是呢，你唔定嘅是有识得我弄呢，唔过连妈妈都是唔惯咧。嘿，挨妈妈都是唔惯，嗰種挨咩無都老媽媽叫佢煮個甜嘅西式湯，唔過咧韓版人生嘅當年老媽媽東姐給佢聽說，唔係但像老媽媽，因為這有時係爸爸媽媽叫佢去市場來買菜，下午不條就挨了，挨媽媽去做下來煮出來。其實挨爸同老師飯，咁佢是唔慣糯米，而糯米呢啲東西都唔係食用，佢會唔好，如果煮出來佢就會食。家田媽媽後尾唔講一開始萬世唔熟，好冇按熟，阿公阿婆煮菜，後來其實雖然一湯太好時節，經潮濕，不過後尾一湯我感覺用鹽樽嘅吼兩個人嚟講起。原來我知道係我不卡三姊妹啊，就講到我媽媽開始出片過後，真見有老媽媽嘅感情變得好。不過上海。我覺得以前條朋友講久病無孝子，因為我看人用馬街角度看，都佢親寶妹嘅下開始偏下從嘅下，真嘅有啲會知道講，長照我很需要，因為冇可能24點鐘去照顧嘅偏人，我知道佢對照顧嘅人，然後本人照顧嘅啥人，佢都知道講，都是煎熬啦，對，很煎熬，係啊。嗰種媽媽不偏嘅研究，其實。也算也有感覺有些把解脫啦，吼，因為對於係咪，其實嗰邊係都夠辛苦啊。都佢最寶貝嘅半年來，我知道講，佢真係過得都辛苦。係啊。咁唔過你而家喺後生，要做嗰度按神奇嘅事情，唔會有一個本自家嘅理論目標哈。係喺人都會講過，你而家做嘅事情都係我講過幾好嘅啊，都按嚟應做能下。我想講現做嘅客，而韓國人嗌哋下有幾把講，然後嗌共同來搞翻模擬幾大朋友，我下喺鄉下可能可以做一隻節目啦。嗌希望哦，未來嗌自己想象當中，我講8個年前嘅台灣人，喺度佢講普通話，嗌講客話，嗌講就算有三雜講冇用強調嘅客話，又講冇用語言嘅人，都是得講自己嘅話，唔過韓做嚟讀嘅是韓做嘅鏡頭。呀，做藝術想去做一隻聲音，可能能利用嘅先開始。佢講好老話，藝講開條強，也講其他嘅客話強題，都節目上禁止講，除了你自己要講那個語言以外，其他都總得講。看有法度溝通嘛。你講我對伊嘅挑戰過大，對你冇嘛挑戰嘛，因為人哋談好路。一般都冇問題。唔過佢，所以喺藝搞佢有一段時間咧，開了強過後，先開始想講，做得過一件事情，應該咧下運動咧下，聽力沒事得了。咁冇聽說伊開了好好噶，伊連吸煙其實談起來沒問題哦。佢從他東瓜邊吸。因為搞不準做戲，你會說啊，我就是常常聽那個插音呢，台北茶站。不過可能嗰一場咪會談到，好唔會。希望做嘅。做安尼嘅，係係對語言有關嘅。係，我其實有做已經開始自己做啦，就講嚟動作。對於文化韓國語言開始，比如講像我家下講嘅三姊妹兩件事情，都客家地都冇三兄妹冇三姊弟那種講法。我們的兄弟姐妹全部都是姊妹。對，所以我就下那個標題，就客家人沒有兄弟，只有姐妹。那就想用那種聳動，用聳動好奇怪。可是兩兄弟有哦。有，我是故意。你只要超過3個，好就沒有了。如果喺講兄弟姊妹幾多，有一陣係姊妹就按到姊妹。我覺得來探討那個問題，然後福佬花。甚至日本話，還有其他語言要買小槍老母咁樣素材。感覺家下高速怪去偷特語所，怪超給你啊！真嘅呢，他真的挖洞給你跳，你真的就是跳進去，然後還越跳越深。係啊，有冇按呢？我感覺真嘅係伊看得出唔有興趣咧。好，可能他也沒有想那麼多啦。不過我感覺講撈到一個是一個，就真的撈到一個。喺講自己樣是冇撈嚟講呢條方案，真件都兩下可能咩唔會，真件去認真思考去讀客家嘅學言，冇去讀客家學言，跟嗌兩下可能就唔會做客家嘅事情。
真紧，你迄哈爸妹妹啊吼，你迄好奇行爱拯救呢吼。系啊，所以讲好奇不会杀死一只猫，但我们不是猫，没有猫在。吼，不过主要讲可能还有上对客家语言，还唔单唱客家语言咯吼。不过最主要客家语言过落心去做。真紧就会就是这种很单点，看起来很单点，不过就感觉奶奶客家行迄吼行语过有希望。其实声音做唔得啦，可能会动声音强啊。不过如迄爱一对一对个人，真的加起来就会天整边都一条线，一个面。嘿啊，你看你又绑了一个，来好会溜白嘛。系啊，绑一下唔系完全要行人嘅，佢講佢從細都喺唔識讀過學法，唔識讀過，佢都去厝前面過曉當讀過，哎呦，你還蠻個語言，哦是客家話哦，所以真的唔抵呢，唔抵某個時間唔會吼想到一啲嘢，叫他來做一件事情。真嘅，好，今天過兩車阿中部，哦，你的臉書的介紹寫厭世青年，嘿，我很厭世，你現在還厭世嗎？誰不厭世？那很好，我不厭世感就是幾年難都不卡住那是不。哦，那你厭世走的方向很好，就黑雖然厭世，不過還可以過三忙可以做，剛剛可以做的事情。可以做的事情。厭世不躺平。對，對，這樣是有本事來鋪條變較慢掉，那這都30歲過後，你自己會長期去思考自己愛過的日子，條白過的鋪條行業鋪條較夾掉，做買的事情都一定要求到100分，因為我自己不曉得自己是買個新嘅人，可能跟處女座也有一點關係，感覺做買的事情聽說要做到100分嘅人，硬將佢搞出去，不過後來講發現冇可能100分，因為你可能過1點鐘過後一看。條線你知道做100分鐘，兩下就變90分，嗰時候冇可能完全冇可能有嘢會係啊，然後兩下會變過7格，開始不想安件事情。感謝師總今日來分享安多精彩嘅故事，多謝多謝。你識係冇？顏色啲邊個講嘅？我唔睇講翻嘅，我剛剛算後生嘅吼。這個離你的皮筒有很遠嗎？但我覺得它算濃郁。很濃郁。我喝酒就是要這麼濃，但我自己煮買的，其實算蠻濃的，還不錯。是哪一家買的？啊，我推薦的。哦，是在附近嗎？環北路有一家，我不知道你們在哪一家買。我其實有跟計劃講過，說你在懶得煮買就好。它是客家菜嗎？對。我叫懶得煮哦。